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互你做参考。今日咱来讲热人大出的往来山仔甲木瓜，这拢有四句联，拢有俗语话哦。咱讲到木瓜，较早一条四句联，这歌册内底印的，就是讲吼，以早因为医学较无遐普遍啊，歌册原来写一寡中医的知识啦，讲丁皮入经治风寒，紫苏薄荷退发寒。川北入经治风火，骨头痛痛落木瓜。是讲吼，现代人你若有辛苦病痛，都要去互医生看。这是较早吼当作知识小交换啦。啊，骨头痛痛落木瓜，即句话讲叫做木瓜。毋过国情啊要举另外一个例来说明讲，以早毋若有人讲木瓜，有哪有人讲木瓜？你敢要信？哦，哪会无？较早咱陈芬兰咧唱迄条。快乐的出旁，敢无唱讲木瓜花香味，卡某妹嘛飞来，一路顺风念歌诗。啊，较早吼，三匹英台一条四句联，伊内底讲吼，英台就是打扮做男装，啊，干那一直要提醒三匹讲，我就是查某囡仔，你哪会拢毋知？双人行到凉亭外，3月袂寒甲袂热，即地两丛悬甲大。就是奶子甲木瓜，这四句联拢讲斗句的啊。那讲四句联无斗句，就袂输敢若亲像做衫无下书。所以吼，谈遮讲两丛啦，悬甲大，啊，就是奶子甲木瓜，表示讲以早原来有人毋是讲木瓜，原来有人讲做木瓜呢。是讲国情啊，汉字都拢写相像，木瓜甲木瓜要安怎分？毋则会讲咱若有心要学台湾话，你就爱落去学。落去学一套用标音的字，啊，这标音是今日才写的呢。西元1885年，就是将近离即啊130几冬前，来到台南府城来传耶稣的道理，才会传教士。人因就写白话字，搁印报纸，同款7月啊，1885年7月的时阵，因就编台湾府城教会报。清一色拢用白话字，无用汉字写。头一张人因内底就写讲，阮是要传耶稣的道理，毋过恁的字真恶恶，所以阮有写版面的法度。啊，这白话字已经伫台湾通行100几冬啊，所以吼，你若认真甲学，连英语都毋捌学过啦。会用的讲是半工，甚至讲1工，绝对所有的字幕拢会晓读。像讲成功大学的蒋伟文教授。台中教育大学的何信涵教授、杨文元教授，人因就将100多年来真侪白话字留落来历史资料，拢总编做一套册，内底内容是真丰富。那有心要学台湾话、白话字，也是咱即马教育部按白话字改良的台湾闽南语拼音系统，就爱落去学。讲来到遮国情啊，佮甲你掺一句，就是咱往来啦、西瓜啦、山啊，这俗语话。有人讲往来头，西瓜尾。啊，另外搁一句，就是讲做开要到啊，下至山仔就落地，这拢是台湾民间咧流传，配合做开，着时才会好食的俗语话。